咱这天气是愈来愈烧热，真侪民众拢会走去公共场所来抢冷气。不过最近就民众发现到，伫咧捷运火车也是图书馆的冷气是拢无啥会凉，质疑公共机关又搁限制冷气的温度。若像大家拢伫咧厝内抢冷气，电倒是会愈了电。因那能源署是不会讲，因无特别搁限制温度，这是自从2013年就规定的，冷气的温度袂当转到26度以下。遮尔热天，袂少人会去公共空间吹冷气。毋过有网友答问，最近无论去捷运站、火车站还是图书馆，拢感觉室内冷气无凉。这个公共机关限温令，可能造成大家踮伫厝内开冷气，颠倒电用更较济。它的温度都还蛮适合的，夏天的时候蛮凉快的。真的不太凉，所以我才带电风扇。来图书馆的民众，有人家己准备电风，也有人感觉冷气有凉。为了响应节能，伫台北市东湖图书馆除了装变频冷气，佮加装循环电风加卡电，降低室内温度。场所可以控制室温在摄氏26到28度之间，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开电风扇或循环扇来使用。经济部能源署讲，目前中央无限温令，暗过有规范指定能源用户遵守节约能源规定，包括观光旅馆、零售小贩卖店、餐馆、大众运输场站，以及银行、邮局20类场所，室内冷气温度袂使比26度较低。餐馆、旅馆、百货、美食街用餐时段温度无受限制，若是毋是用餐时段，都要遵守袂使比26度较低的规定。我们全力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，在炎热的夏日，我们也因此增加了多款的饮料，让客人在食用完火锅之后不感觉到那么的燥热。整体用电量抑制的角度来看，其实真的效果不大，而且民众会认为说，你政府不是一直在讲不缺电吗？这么小的一个发电量的抑制，你也要计较，那是不是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电？能源署讲，节能工作持续地进行，无应该互人错误解读变欠电，因为核三厂1号机7月要除役，电力恐惊更较暗。立法院7月7日一定要排审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正草案，讨论核能延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